主后2022年8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组织做伙的信仰。圣经希伯来书第2章，咱要对第5节做伙来读到18节。上帝无将咱所讲即个将来的世界交予天使管理。毋过圣经有一个所在做前讲，人是甚物，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是甚物，你遐尼照顾。你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，小可嘛通用做暂时。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，甲伊治，互万有拢降服伫伊骹下。上帝既然互万有拢降服伊，就无一项无降服伊。毋过到现在，咱还未看见万有拢降服伊。咱看见迄位比天使小可较低的耶稣，已经经过死的痛苦，得到阳光尊贵的花冠，安尼依靠上帝恩典，通为着众人死。迄位创造佮维持万有的上帝，为着要带真侪囝儿进入阳光，才着互拯救的开拓者耶稣经过苦难，成做完全。事实，互人成圣的，甲得到成圣的，拢对共一个源头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称呼因做兄弟姊妹，也无感觉见笑。伊对上帝讲：“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报扬你的名，伫因的会中吟诗学乐你。”伊阁讲：“我也要信靠伊，也讲：看，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拢伫遮。既然这个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伊本身嘛甲因相款。”成做有血有肉的人，通通过伊的死来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，佮偷放遐因为死亡的惊吓一生做奴才的人。当然，伊咧关心的毋是天使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伊伫逐方面着甲伊的兄弟姊妹共款。通伫上帝的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通互众人的罪得到赦免。因为伊家己有受苦、受考验，伊会当帮助遐受试探的人。以上，组织做伙的信仰。希伯来书作者虽然特别讲上帝派天使来帮助。遐个要受拯救的人，毋过对天使并无过度的吹捧。相对反，伊讲上帝用家己的荣耀甲尊贵，成做人的花冠，而且是照着耶稣基督的苦难甲死亡，互人有份伫这花冠。耶稣拄亲像。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个别所个别做咱的兄弟，搁伫苦难甲痛的中间，互咱得到拯救的愿望。希伯来书作者讲，所以伊伫逐方面着甲伊的兄弟姊妹共款，通伫上帝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通互众人的罪得到赦免。只是耶稣经历苦难来成做救赎的愿望，有时阵是人真好理解。1986年1月25日，台北市新生北路翔翔电脑大小店发生一件命案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凶手是18岁周族的青年唐英心。伊为着负担家计，对家己阿里山乡直府野到台北
5日求职陷阱来到大小店工作。伊毋但因为安尼积欠工作介绍费，阁受逼超时工作，身份证也互雇主扣押，工作中也遭受言语歧视。伊伫啉酒了后，甲雇主起冲突，愤而杀害雇主一家3人。这个案件会引起关注，毋但是因为社会案件，搁较牵涉到原住民伫都市的冲突矛盾、受歧视等结构性问题。虽然真侪人出面援救，汤阴心还伫1987年获枪决。事件后，当年热门的笑笑合唱团团长秋晨特别到伫汤阴心的故乡直富野长大，实地了解伊的家乡甲成长背景。1987年，秋晨出版音乐专辑，告别直富野，特别甲汤阴心伫乐中的家书改编成做歌曲。其中真想痛哭一场，这首歌安尼讲：真想厝啊，美丽的家园，只会通伫梦中浮现；乡亲的资源，只会通伫记忆的落空去找找。真想痛哭一场，真恨家己伤冲动，到呾回头已经无可能。我依然日日夜夜思念恁，老家的埕迄丛桃仔树，同款伫我的眠梦中。迄篇诗的作者指出，耶稣基督亲自经历过受试探、受折磨的痛苦，伊现在会当帮助遐个受试探的人。相款，秋晨这位当年正红的音乐创作者，来到直富野，甲部落族人做伙斗阵生活，体会因的痛甲苦，了后会当用音乐表达出迄种无助甲悲哀。汤阴心事件，互秋晨对流行音乐、行往非主流音乐，甲台湾这个土地紧密结合做伙，创作伊独特的音乐风格。汤阴心事件也互真侪原住民对集体苦难中觉醒，深深影响后来的原住民运动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真正理解身躯边兄弟姊妹伫生活上的困难，也是简单应付得用耶稣疼你这句话大过？我是毋是真正理解身躯边兄弟姊妹伫生活上的困难，也是简单应付得用耶稣疼你这句话大过？祈祷，主耶稣，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亲自经历阮所经历的苦难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恳求你引带我，互我也会当甲受苦的兄弟姊妹斗阵分享因的苦难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